台北一間高中4月初1有學生出水珠，到4月22懷疑有8個人餵着，學生質疑是學校無願意停課造成的。校方駁回講，確診的人數是5個人，因為這水珠毋是法定傳染病，無強制停課的規定，即陣會交予家長投票決定。早島部報路啊，學生真細緻用漂白水來拼教室。對4月17開始，這已經變做這個班的例行公事。因為台北市一間高中是爆發出租的疫情，各有學生控訴講，對4月初1開始就出現第一個案例，一直到4月22，小連所有學生出現症頭，規班33個有8個人是疑似感染，質疑講誰也不愛停課。學校沒有執行停課的措施，是因為其實這一塊沒有做所謂停課的一個標準的規範。當時高中解釋講，目前是4月17接到第一個通報，到4月23上新的通報，確診有出租的人數是5個，並不是8個。另外，敢會停課，23中晝嘛調集學生和家長的代表來開會，目前是等家長投票的結果。畢竟家長擔心跟小孩的學習是會有不同的立場，確認一下是不是有達半數以上的家長希望校方做停課，還是維持原來的做法？這個要回歸到各縣市政府。目前有關於水痘的一個停課規定，就是由各縣市政府來做相關的一些律定。根據疾管署的指引，目前敢若長病毒是1禮拜內共班確診有2個以上，就建議停課。不過同款是地方政府來裁量，因為這擺水珠並無引發併發症，因為不是強制隔離的法定傳染病，嘛無強制停課的相關規定。不過決定要停課的權責單位佇地方政府，目前本案照台北市教育局的各項傳染病防治措施，同款會當經過班級半數的家長同意來決定。通常水痘感染是比較溫和，但是有些水痘的人，也可能發生次發性的皮膚感染，或者是造成腦炎跟肺炎。意思是提醒講，公費的水珠疫苗目前是敢若注過一劑，不過到高中抗體有減弱的危機，完整的病程差不多有10天這麼長，嘛是要持續監測提高警覺。教育局嘛講，已經督導學校持續觀察學生感染的情形，拜6禮拜嘛會針對全校的環境來做清消。記者綜合報道。